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喺你家用欣赏土豆空天式可能研究的哦，我们更加哦放起来，动一下，热身一下，因为基本上来做一些重量训练。大家热身的时间，我们开始替的会做开罐器的动作。开罐器的动作呢，我们现在会两脚与肩同宽，两手打直之后，那我们会做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对，转身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脚还是要跟着去动，把我们的髋关节去打开来。那我们大致转个5下就好了。1、2、3、4、这边呢，我会做一点斜向左上，左上右下的一个动作，来左上右下。那身体的话呢，我们尽量把它转到身体的另外一侧，髋关节的部分也把它转动，1、2、3、4、好，现在换个方向，右上左下，1、2、3、4。好，那这个髋关节我们做完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十字架的一个旋转。那我们先趴在地上，放轻松。之后我们先转身到左侧的方向，不管的那脊椎放松我们这个脚是留在原地的。好，1、2、3，好，之后换边，很紧。那我们慢慢的把它放松，1、2、3，好，换边，1、2、3，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重力压的一个动作，1、2、3，好，我们再一次，然后1、2、3，来换边，我们脚留在原地，不用去做旋转，把我们的脊椎跟胸椎给打开来。好，那我们现在换第3个动作我们前侧跟45度的一个弓箭步的暖身。那我们先做前，左脚向前之后，那我们弓箭步尽量你把重心朝下。膝盖不要前推，那我们身体呢向后仰，之后侧45，侧边，来换脚向前，好45，来侧边，好，我们再做一次，来左脚前，45，侧。好，换脚，前，侧，好 ，OK， 把等更加身体压起来哦。多时间陆屯老师用下来做居家的重量训练。更加身体压好的哦。接下来从用屯老师来做运动，更加来做迄背部背囊的运动。你更加好，本来看一下，俺的背囊其实我们就把它分成单口方的背囊上背，臀下背这个部分。那当然，俺的背囊分了很多所谓的斜方肌菱形肌阔背肌跟我们的一个下背的一个肌群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讲筋功嘛，如果冇可能臀一的部分练好的。另外的部分冇去练伊，所以我哋分为单口方的背囊要练，大下背囊要练。我哋大家会先对差不多单口方的背囊先下一周。大家会做用腰的弹力带会做一个坐姿的一个划船。所以我们讲的划船，基本上它的动作是用所有的器具去做的一个这个划船的一个动作。
你用下弹力带，不用压个脚底板，好，更加脚路打出来之后身体一样，上半身你保持正直的，一样肩膀你就自然的下放，好，那做的时候呢，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弹力带，用弹力带不会靠这个脚，好，去把它踩变成它的张力大跟小的一个部分。透过这弹力带的一个踩的一个那个姿势的部分去做成这个张力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强度的一个增减的一个部分。这个背部的部分，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你拉到定位的时候，其实这此时此刻因为我们讲颈部应该练背农嘛，这个此时此刻的时候，你挺胸的时间你要背农所有的肌群它就会夹起来。这个就是练背的一个小技巧。所以我们大家要所谓的弹力带坐姿的一个划船，我们脚把打直，然后一样弹力带放在脚底板，我们做1就往后拉，手肘呢你就顺势的向你的身体的两侧去拉就好了，不用飞出去，就是后拉，回收回去，让所有的背肌的肌肉肌群往前延展，然后去做压缩的部分。这时候挺胸，背就自然会夹起来了。好，那我们现在等一下示范，我们做一组12下的。好，1，挺胸，背就自然夹了。2、3，这个时候你其实背你可以稍微有点把它往前放，伸展出去。4。挺胸，6、7、8、9、10、11、12。我们在练的时候呢，因为背的部分，怎么讲？今天我们就是要锻炼背的一个肌群，所以今天你有一个小动作，这个挺胸，你的背呢自然就会夹起来。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肌群可以完整的收缩自如的一个部分的时候，那你去锻炼这个背的肌群就比较有那个效果，会比较有那个效果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家里，我们除了用这个弹力带去做之外，那我们还可以用保特瓶的部分，但是保特瓶部分一样呢，我们其实到时候会有一个动作，会加上一个弹力带一个部分，也都是这样，因为用你的两脚打开就是与肩同宽，舒适的为原则，膝盖微弯，一样所有的动作，上半身保持正直，有点前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重量自然的下垂。那这个时候一样，你自然下垂的时候，你的背自然它就会肌群就是做一个延展的一个部分。上来的时候一样，手肘你就朝45度的方向，45度，而不是往上去拉，不是往上拉，而是手肘你看有点往45度的后方斜上方去拉。好，那它会做一个这个的动作，延展、收缩。那我们刚刚有讲了嘛，等你收缩的时候，你的胸去把它挺起来，那你的背自然就会夹起来。好，那我们做一个12下的一个部分，1、3、4、6、7、8、9、10、11、12。好，那这个就是保特瓶的一个部分。那我刚刚讲，其实这个弹力带它也是可以去做一样，弹力带我们把它踩好之后，就当做它是一个保特瓶的一个重量是一样。好，一样
两脚打开，膝盖微弯，好，上半身保持一个倾斜的一个状况，打直之后，好，上拉，下放，上拉，下放，好，那我们再做一个12，一、2、3、4、5、6、7、8、9、10、11、12。OK， 那其实这个背的部分呢，就我们刚讲的，它这个小技巧，当你做一个延展上来的时候，我们胸把它挺起来，背自然就去夹，让你的背的肌群都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压缩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弹力带跟你所有用容器的这个液态的重量，你都可以去试你的体能的状况而去做调整。不管是说弹力带的强度的部分，还是你去踩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把容器装瓶的水的一个多与寡，它都是可以增加你强度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呢，一样你不用去担心说我的背会一样会练多宽。好，那我们前面我们练了胸，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背去做练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今天就教导各位背的部分，用弹力带。跟这个保特瓶去做的一个所谓划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喘口气。